接觸咗人咗咁耐咧，有咩特別嘅經歷？最特別嗰次應該就係數我去沙嶺墳場嗰度啦。咁嗰次去純粹同朋友仔去沙嶺墳場，跟住行下睇下咁樣咯。咁點解會去沙嶺墳場？因為我以我所知啦，佢就係香港比較少數，甚至係唯一一個俾一啲冇人認領嘅先人啦，就會安葬喺嗰一度。咁嗰次我係純粹真係因為大家都中意接觸，唔係中意接觸，即係大家都接觸開一啲生死嘅東西啦。咁所以就慢慢行咗去山嗰度去睇下啦，了解下呢個地方啦咁樣。咁點解嗰次經驗比較特別？其中一樣嘢啦，因為喺你眼前嘅唔係就咁一個墓碑有相有字，反而佢就係得一個 number， 係啦，即係喺你面前就係無數嘅碑好細塊嘅，好似磚頭咁樣嘅嘢啦，咁擺咗喺度。咁跟住嗰個就係嗰個 number 啦，跟住然之後就會係可能係佢個性別同埋佢個年齡，咁呢個就係佢有嘅所有資訊。咁係啦，幾個震撼嘅位啦。第一個震撼嘅原因係因為當你真係見到全部人一排排咁樣，就係得一塊碑嘅時候，你就會諗翻轉頭，咦？若果一啲人可能真係生前嘅時期，佢哋自己本身係冇屋企人留咗喺度啦，或者佢係冇家人關懷嘅時候，可能最終佢哋遺留喺呢個世界嘅就只係佢個年齡同性別，就冇晒佢哋其他所有嘅故事。呢個係其中一個好震撼嘅位啦。另一個震撼嘅位就係佢哋咧，即係我哋香港殯葬都有一個嘅條例啦，就係每6年就要起一次出，然之後就會集體火化咗佢咁樣。咁火化完之後咧，就會放咗將所有骨灰咧就集合埋一齊，然之後擺喺一個類似9宮格嘅磚度啦。咁佢9宮格中間嗰嚿就係嗰個年份。咁而家好啲嘅，而家佢會真係俾翻個牌匾嘅碑嚟啦。以前再早期啲，即係可能講緊80年代啊、90年代嗰啲咧，就真係得一塊好細塊嘅磚啦。咁上面就寫住1998類似咁樣，係啦。咁變相就係呢班人，甚至乎呢班逝者啦，佢係甚至乎連自己嘅年齡、身份、性別全部都冇晒，最終就只係得翻一塊1988嘅碑咯。咁即係呢個係第二個都幾震撼嘅位啦。即係諗翻轉頭就係其實人。當你真係無親無故晒啦，當你真係冇晒人熟悉嘅喺你身邊嘅時期，你就好似從來冇存在過咁樣，即係你一火化咗，你就以後得翻1988呢一個象徵咯。以至到佢甚至乎唔係你一生嘅年份，唔係你死嘅年份，係你被火化嘅嗰個年份咯。咁呢個係你唯一留咗喺呢個世界嘅嗰個資訊，咁所以都比較感觸啦。咁第三個就係嗰陣時行過嘅時期啦，咁都有。見到地上咧，有時會有一啲剩咗嘅骨頭，因為我真係睇嘅，咁我會認得出嚟，可能係一啲腳趾骨啊，有啲手骨，咁可能佢哋其他嘅工作人士佢係負責去檢拾呢啲骨嘅時候，冇好仔細地檢查清楚啦，咁於是可能有啲跌咗出嚟啊，有啲可能就係枕擺喺度唔記得咗啊，咁於是乎就有一啲好細細嘅骨頭咧，都仍然留咗喺嗰個嘅土地上面，咁就完全就係日曬雨淋㗎啦。咁所以見到呢3樣嘢嘅時候，都比較感觸有啲。